本隋炀帝杨广胜着大凉州，用美女堪免淫染，五彩斑斓，高高拖着凉州而行。左右有百所小酒护航以状机关。炀帝杨广甲武文化局计议升旨太原，欲低调李延禄。国内好汉一批在四面山北的树林中，高高审查小红旗为名户。司马光向群众声明，强扶瓦岗之主李密为名士。后等武道分军入了四明山别墅安息的时阵，发布进攻，并下书邀请东宫加入反复的行列。陛下调我到衙馆，私请用我保驾，但不知心怀何意啊？东宫真强元帅左右，以防万一，因公请慢见驾。后我真情见效，陛下赦因公之罪了后，则免君未离。况且反被逮捕者，我心难过呀。东宫带谁同行呢？我带市民甲元霸同行就可呀。来咯！我讲这礼密之事，请东宫过目。魏公之事，哦吼！魏公礼密要我加入地保行列，地保关系刺架，犯有不忠之罪。我面君之后，往四明山劝解众好汉，化艰苦为玉璧啊！愿祝东宫顺利恢复，暂别咯。奉上。李渊叩见陛下万岁万万岁，东宫平身下万岁。民众国理事件洪江要造反，各有今后。客头陛下，李渊虚实瞒骗圣宗，木水79天，再790天也不可能建成晋阳宫了。这必定是数年前就预谋建宫造反嘛。79天如何能建成晋阳宫呢？李渊，你有预谋？这嘛，启奏陛下，是3个月前的建物，或者数年前的建物，至现场查验便得分晓。另者，陛下所述的建筑图并无批明大小，所以我父王以最新的开销建成晋阳宫，以免劳民伤财啊！哼，旧建物甲新建物要如何监判？看木材表面，便能分出身躯啊。表面可以下掉，也有新建物的铁钉也未生鲜，旧建物的铁钉也将腐朽了，请陛下派人监判就是啊。好，请陛下派武文成都去监判去。启奏陛下，我主李元霸也随武文公主同去。好将有理，武文成都、李元霸。两人监判建物的身躯，了解。了解。哼，你给我打电！李渊，你给我打电！武德大将武文成都看李元霸生做妾事，看不顺眼。李元霸看奸臣主武文成都百般摇摆，也气在心内。这只石狮生得真歹。武文成都到晋阳宫前的石阶时阵，将980斤的石狮举起头上，这个杀了李元霸的马甲。哼！这只石狮见碎甲，败在此处，不够壮观呢。哼！多谢呀，多谢呀！咦，这只公的980斤。这某的988斤，这两只小细只歹看，单调武文成都看12岁李元霸有此心力，他一大力，想杀掉李元霸咯。我为什么会被称武德大将李可的情嘛？你都阿爸兼野蛮，好说。本将军刘金东一动，万夫莫敌啊！
啊，我这两支铁锤人落到地嘛是下叫。吴文成都手握刘金东向李元霸兵兵挥出，李元霸用双腿挡一个吴文成都体两段外，好到23分钟。哦，这声真好听咧！来，砰哉哉，砰哉哉。咱是防止你要干破晋阳江，唔通提冤，另讲才来比试。唔是比试啦，砰哉哉，砰哉哉。哎呀，好啦，入来去看一看我的便知道。起早50万岁，木材表面该看起来拢总新的，铁顶该背起来也同款拢无生鲜。唉，鸟子搞不定。当公见晋阳江有功，定欲收世民为义主，未知你意下如何呢？多谢陛下恩典，世民赶紧谢恩吧，谢陛下恩典啊！定封你为晋王，谢我主万岁万岁！众卿，来，欢欢喜喜陪定有功吧，谢我主万岁万岁！18条好汉再来有地强走错路，连走数每日，未到数名善良。各路好汉任我为明主，礼密承受雅仪之外，何请为王？未知各位认为如何呢？对嘞，不管杨公尚未知，明主称王，令人觉得称得太早。我分条听着，我瓦岗这支兵以随军交战，必战必胜。今拥有80多万大军，今称王实无过风啊！各路好汉，请为诸侯，日夜都是朝廷的公分，如有不服者，早退不必多虑啊！好，我分条过体来呀！替你，我上意也过体，我哪要过体？好我体啊，好我体啊！各位肃静，各位肃静。听师傅讲说几句吧。咱大家壮志未酬，安尼就分之实在不够咯。希望各位都扬贤之德，更希望各位团结一致，大家极力来敌北吧。好，东宫李渊拜见。哦，东宫各位，请进。东宫请进咯。李渊叩见各位。啊，当地面呢，大家都渴望你来加入敌北行列咯。是啦。我有逆耳之言，望无见洽。陛下分量失正，名神甜蜜，但愿有忠烈之心，干正陛下规范空中之道，重整朝纲，这才是为人臣之道呀。为臣民私自招兵买马，起义发军，都是不忠啊！望各位化恶语为善干，化艰苦为国必，团结保家卫国，以防外邦侵犯，这是上策啊！李渊。你忘却杨公作谣，天子贵无条，欲敌尽你我，今还中以暴君，太无志气！来呀！好，将李渊给我捆起来！啥物人若先动手，先死啊！动手啊！哦，真大哥，哦，真大哥，是啦，众兄弟们动手。你是谁？有所不知，各位啊，这是阮击败39雄之首，真强之叔宝。哦，真英雄到来！啊，你要初见机面是咁英雄啊，唔免客套。你为何特别掠东宫呢？有所不知，伊是暴君杨广派来说客，也无该掠起来，必须回报暴君。18路诸侯不但迫害计划，反如一刀入死地啊！各位听着，东宫为人，仁慈开言，宽宏大量，处处为各位着想，绝非说客，请不可反目成仇。大家讲道理，有理。是啦，肃静。东宫，请莫生气，请做一宿吧。因公啊，老夫该说的话已经也说完咯，望大家三思而后行，用我过体。因公与我同行如何呢？因公要与我同行，或者要留在此地呢？真大哥啊，兄弟离开久咯。是啦，东宫，我暂留此地吧。安尼好，各位过时咯，过时咯。东宫保重，公主保重啊！
好啊。为公理的就是咱听到今所委任的这个瓦岗之主，也是咱十八路诸侯联名之主啊。真强有礼哦，免礼免礼。为何不见先锋信呢？先锋信都无来啊！安尼好，我去找先锋信来这指挥，就是真英雄啊！孝弟博君之后，再来找找美满啊！是啦是啦，哦，让百万大军甲众兄弟看大哥一个庐山真面目咧，也好啦。莫惊紧啦，你唔知我感冒心？哎，你听到今哦，福气上大啦身体上勇诶，大家叫你分细毛，想袂到讲你也破病。我较早伫迄个瓦岗坐拢无时间通破病，即马就出来流浪，煞全呢感冒。所以讲无用有一个无用的好处，甲你讲你都唔听。讲起来你上该瘾头啦，王你唔做，偏偏做来做流水啊！讲个啥话？啥名做流水啊？煞唔知影讲公路富一流水啦，安尼也做流水啊啦。无人听有啦！哎呦喂，尾头也足痛。哦，你感冒真重呢？等下赶紧来去找大夫啊！你来找医生馆啦！行。伊我准达啦，你身躯有钱啊无？你唔通我想要开我的呢？破病哦，医生看生本来开你的，你倒是咧？我老妈呢？好啦，到时便看啦，行啦。要行对？医生馆伫遮要行对？哪有？迄无好水期医科，迄毋是医生馆。袂好啊呐！叫你读册你唔读，一顿查九笑，查遐尼远。无你讲我听看咧啦。看这间南医生馆吼，我听到今吼，才甲你讲声，对无？看真嘞，你读册，读假的有看无？好水期医科啦，唔是啦，迄酱料经了。什么咧酱料经？段哥酱料啦，好水期医科啦。段哥酱料啦，好水期医科啦。迄错字你看无清楚啦，你甲你们闹开，互相闹开求进步啦。好啦，准酱料经唔是医生馆，唔就搁行呢。搁行。问看咧，问啥？这间牵鸟线啥货？甲你讲叫你读册，你就唔读，迄唔是啦，干乌站啦，干乌站唔是牵鸟线袂好啊，是讲安尼无钱，若入要医生看，无要紧啦，到时想办法啦。哎呦喂啊！各位，来，看，各位师兄，各位如此，各位秀才，在下金高亭，小弟叫做金高道。阮兄弟在过北斗，无所不通，无所不晓。来，这三字要互恁编成一篇文章。这三字编成文章，赏银5两。这5字，互你编成一个文章，赏银10两。这是大家促进一个作文的兴趣吼。来吧，免客气啊，文房四宝伫遮为安一人呢，老听。足侪人在咧创啥？我看咱做网络啊，迄江湖咱走过头也莫看。毋是啦，若假使有迄款赤卡仙的吼，也有迄款壁虎来食嘛是会好哩咧。你甲看卖？看卖。讲迄三字吼，要互添一句文章就对啦，爱添哦真通啦。看卖，若添的好势，会当趁5两银呢。趁5两银？看你读册读了有通也无通，有诶读外册，有诶读死册啦。啥话都读外册，啥话读死册？读外册都若捌字，还会晓作文啊，看有写有，安尼做个真流畅，迄都读外册啦。若读死册，敢若捌字尔，袂晓作文，迄读死册无较怎？
我这个老兄读偌册哈，啊读偌册，迄三字哈，甲做一个个，做都甲做了，好，好，高，这三字我捌。来，我来甲做。好礼被关在好行铁人来，孤单无伴真可怜。通通通，来，五两银小礼，在国北斗，甘心。哼，现赚5块了。啊，这5字，这5字吼，嘿嘿，你会知哦，伤10两了哦，伤10两了哦。迄5字真简单嘞，迄5字拢嘛共款，你办。啥会啦？啥会？啊，5字拢共款拢办啊。嘿，差这个啊喏，哈，毋知讲你拢比较认真，迄看表面要共款，迄实在无共款呢，哈，办变变办，遐济音哦，哈，啊，迄我无法度，你们5块地咧烧烧，换你头壳忝到要死。安尼好，嘿，我来甲写一个个，为了容易辨认起见，解释变主兴备五花瓣红花，伊不同意这个办法，引起两人的争辩。通通通，10两银小礼。哈哈，啊，老啦，小等下，这一位秀才在国北斗，请回家啊，以我大家来听俗，大家吟诗作对吧？无时间啦，阮老舍吼，心染未央啊，现在病入膏肓，命在旦夕之危。可悲啊！小可感冒尔，干要讲到遐严重？无啥货了，只是爱来互医生看。毋对，爱看医生。你是要去看狗，要互狗看？看狗啦，哪有人要互狗看啦？拢会用你啦，拢会用你啦。莫踮遮互相闹鬼。求进步。一位书生不去教，背下有特效药，可治风寒呐。好啦，哈，多谢。安尼好，来食因的药啊，毋免钱的。迄人伫咧讲哦，无钱药啊，食袂好啦。会啦。好，来去食看卖。请进。伊我准谈啦，啊啦，这间厝我的咧。哈，这间厝你的，后白讲你又搁咧迷茫啊。户口房啊，干要颠倒头掉，伊咪甲敲好。啊，你真颜面呢！啊，你户口帮啊共吊颠倒头，你共变啊咧？你有看无？嘿，迄听狗金，干要颠倒头掉，变做金狗听。毋是了，人一生金了金高亭，按小弟又金高度了。哈，你安尼真衰，哪会要甲我共款？好啦，莫踮遮闹开。求进步啦。好咧，是要食无钱药啊？哈，入来。何君杨广当文官武将游乐游到日落西沉，李纯自属四平山路。
众人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壁咚，唔通冒险！壁咚，等你。18路好汉各负重任，以李密当持武功的计划，分为东西南北进行地补的工作咯。众太保当着西凉大将，摆布着以火麒麟护驾镇守在北方。武德大将军武文成都带千名侍卫一个保驾。元霸，家亲，如果若是拄到审查小黄旗的人，唔通该杀害，来打败就可以。今日遵命，小心护驾。在。元昊甲马三宝带队对着北方侵入，不幸拄着火麒麟咯。来呀！武器铁拉，团团围住啊！不幸的元昊甲马三宝悬苦在武德大将的刀下咯。安心看我魂雕的大击！呀哈！我魂雕面对了武德大将武文成都。王壁东对着李元霸，王壁东的生命已经接近到死亡咯。强风在寿明山引起烈炎炎的战火咯，激烈，这个激烈之战随胜随败呢，且看精彩续集，随动演义。